以下係2026年4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世界報導。喺稍後，納庫中嘅謎團終於解開。經過咗180年後，佢嘅鐘聲見證咗唔同信仰之間嘅友誼。手工製作嘅彩繪玻璃為鹽湖聖殿帶嚟新嘅光輝。但首先，呢個係一個擴張嘅成長期。新召喚嘅教會領袖帶嚟新一年嘅持續復興。成為總會會長係全新嘅體驗，呢個係一項非常神聖嘅責任。我正係努力學習點樣善盡職責。我之所以可以堅持，係因為我知道主已經預備我，而家召喚我去做某件事，我係唔會逃避呢份責任嘅。羅素納爾遜會長逝世後，教會宣布達林哈里斯烏克斯會長成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8任總會會長同先知。我謙卑去接受神賦予我嘅責任，並且全心全意投入我蒙神召喚去做嘅服務。烏克斯會長召喚亨利艾靈同圖德克里斯多分別擔任總會會長團嘅第1及第2支理。第2日之後，佢哋坐低接受獲獎記者簡克萊森詹森嘅專訪。作為新任先知，你對現今嘅家庭有咩建議啊？塵世生命嘅全部目的就係為咗令我哋準備好以家族組織邁向屬神嘅未來。我嘅邀請唔單止係嚟睇，更要嚟接受改變。呢個信息確實係耶穌基督就係道路。啱啱擔任呢項事工嗰陣，烏克斯會長前往愛達荷州伯利，喺嗰度第一次以總會會長嘅身份奉獻聖殿。佢亦造訪咗曾經擔任過校長嘅楊百翰大學，喺嗰度首次以先知嘅身份發表咗公開演講。喺呢個社群嘅奉獻同領導下，楊百翰大學將會成為主偉大嘅大學，唔係用世俗嘅方式，而係用主嘅方式。喺佢演講結束之後，校方揭開咗一塊刻有佢演講詞嘅名牌。呢個名牌將會同另一塊刻有賓塞金會長為大學鐘樓奉獻致辭嘅名牌並列。伴隨今年嘅復活節時節，教會發佈咗以基督更大的愛及總會會長團特別復活節信息為主題嘅影片。耶穌基督嘅贖罪犧牲同埋復活，係神嘅愛嘅終極證明。為咗遞補11月已經有嘅空缺，以及傑弗瑞·賀倫會長喺12月逝世後嘅空缺，傑拉爾德·科斯同埋克拉克·吉爾伯特蒙召喚並按立為最新嘅12使徒定額組成員。我感受到平安，我知道呢個係嚟自主，我一直對主講好。呢個就係引領人類歸向救主耶穌基督嘅美好時機。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就可以喺佢入面揾到喜樂、安慰同平安。科斯長老已經擔任教會總主教超過10年，而吉爾伯特長老自2021年起就擔任教會教育機構主任委員。此外，迪特烏希鐸長老蒙召喚擔任12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呢個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歷史性成長嘅時刻。賴比遜會長過去成日講到以色列嘅聚集，而我相信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正正就係咁啦。今年嘅前6個月，歐洲、非洲、亞洲、太平洋地區同拉丁美洲嘅歸信人數比去年增加咗超過20%，喺北美洲亦增加咗17%。喺呢個成長背後，人嘅生活直逐漸向耶穌基督靠近，因為佢嘅福音帶嚟希望、目標同方向。我哋可以講明人生嘅目的，亦都可以提供引領你迎向屬神未來嘅活動。全球有超過85000名正喺度服務嘅傳教士，隨住傳教士人數持續增加，教會喺10月宣布新增55個傳道部。淨係知道有更多人願意接受福音，就令我感到好正。而喺11月，總會會長團宣布女青年可以從事傳道服務嘅年齡由19歲降至18歲。我真係開心到喊出嚟啊！我好中意呢項改變對女青年嘅幫助，
令佢哋有機會思考所有可能嘅選項。能夠而家就去傳教，令我揾到咗人生嘅目標。主預留咗精選嘅一代嚟面對呢個世代嘅挑戰，並準備我哋所有嘅人迎接救主嘅歸來。有好多青少年同年輕成年人參與教會格外嘅靈性教育計劃，即係福音研究所同福音進修班，而且人數創下新紀錄。今年全球學生總人數將增至100萬人。主嘅事工持續強而有力咁向前推進，呢啲不斷攀升嘅數字清楚咁見證，福音正觸動世界各地嘅人心，改變人嘅生活。我敢預言，教會將會加速成長。我都會咁樣預言。阿門。作為教育者、大學校長及主耶穌基督嘅使徒，傑弗瑞·賀倫會長培養咗對福音知識深厚嘅愛，並以深刻而貼近人心嘅方式同其他人分享。大家都認為我爸爸係佢哋最好嘅朋友，因為佢自己都真係咁諗，佢真係天生就善於交際嘅人嚟嘅。賀倫會長喺1994年10月1日蒙支持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使徒。顯然最令我感到鼓舞、歡欣嘅事，就係有機會好似尼腓所講嘅，去談論基督，因基督而快樂，傳揚基督同預言基督。隨住總會會長羅素納爾遜嘅辭世，賀倫會長喺2025年10月14日成為12使徒定額組會長。傑弗瑞·羅伊·賀倫於1940年12月3日出生於猶他州聖喬治，父母係法蘭克同愛麗絲本特利霍蘭。佢曾經喺英格蘭倫敦傳教。佢喺1963年同帕特利西亞特利結婚，兩人育有3名子女，並擁有好多嘅孫仔女同曾孫仔女。賀倫會長擁有楊百翰大學英語同宗教教育學位，以及耶魯大學嘅美國研究學位。佢曾經擔任過教會福音研究所教師及總監，之後成為楊百翰大學宗教教育學院院長。1980年至1989年間，佢出任楊百翰大學第9任校長。無論人生面對幾多挑戰，賀倫會長堅信解決之道最終都係耶穌基督嘅贖罪。對於呢啲挑戰，我要提供我所知最可靠、最甜美嘅處方。救主親自喺對世人所發出嘅呼召中提過呢一點。佢喺傳道之初同結束之時講過，佢對信徒講過，亦對冇咁堅信嘅人講過。佢對每個人都講過，無論佢哋有任何個人嘅問題，佢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下一篇報道：250輛卡車250週年，教會喺全國各地提供創紀錄嘅捐贈物品。此外，喺蒙古提供數千部筆記電腦，協助教導同鼓舞新生嘅一代。聯繫妥當，出發上路。10月份，教會自鹽湖城主教中央倉庫捐贈咗足以裝滿多輛卡車嘅食物，以協助應對各項困難。呢個係教會多項合作計劃之一。美國250年，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嘅週年慶。好高興見到你。美國250年委員會成員喺開幕活動中同教會領袖喺聖殿廣場會面。我哋好高興可以同美國250年委員會合作，以作為全國慶祝活動以及地方服務慶祝活動嘅一份子。我哋又感謝教會慷慨嘅援助，我哋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我好高興宣布，我哋將會捐出250輛卡車嘅食物，送往全國250個食物銀行。我哋最終為呢個項目奉獻咗近1000萬個飯餐。由加利福尼亞州到墨西根州，卡車出發後幾日陸續抵達目的地。我哋呢度有超過31000磅嘅食物，夠我哋食好幾年㗎啦。我覺得佢哋可以喺全國各地做呢件事，真係好好。
我哋希望呢個唔會只係單日嘅慶祝，而係喺我哋心中長久嘅慶祝，帶住感恩去接受過去，而且更重要嘅係要迎向未來。但教會每年嘅食物捐贈並唔係全部都透過陸路送達目的地。喺華盛頓州塔科馬 Todd Maritime Alaska 支付咗教會4萬磅嘅牛油同芝士貨櫃嘅運費，透過海運完成送到阿拉斯加州嘅最後一段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出面持續提供一波又一波嘅支援。就喺美國感恩節前幾日，州內多間教會，例如真生命教會、亞西拉聖經教會同耶穌基督嘅教會，都成為阿拉斯加食物銀行年度感恩節祝福活動嘅幫手。感恩節快樂！呢個係一個為期2日嘅活動，提供12000份晚餐嘅原料，包括牛油。喺呢個只有一間乳品廠，某啲地區價格高達每磅10美元嘅州中，牛油係最昂貴嘅食材。身為單親媽媽，所有小朋友都喺晒度。喺感恩節嘅時候，你就會想為屋企人準備個大餐，有你哋可以喺呢度幫手，真係一個好大嘅祝福。我2個細路仔有腎病，我只能夠喺屋企工作，所以收入唔多，呢個對我有好大幫助。你哋好啊，感恩節快樂！我好中意佢哋冇令你覺得喺度接受緊救濟，而係溫暖又熱情咁，讓人感到我哋真心想幫手。呢個係一項龐大嘅努力，包括數十家企業同信仰，長達數月嘅規劃同合作。因為教會對阿拉斯加食物銀行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用呢啲嘅方式去實現我哋嘅使命。喺蒙古戈壁沙漠寧靜遼闊大地上嘅鄉村學校入邊，隨住240台 Chromebook 筆記簿嘅送達，興奮同喜悅之情回盪喺9月嘅校園入邊。美國駐蒙古大使表示，喺呢啲省份入邊，佢哋需要幫助，佢哋需要一個喺線上學習嘅管道。於是喺教會嘅捐助幫助下，展開咗一場全國性嘅努力，徹底改變咗蒙古各地嘅學校。啲學生非常需要呢啲禮物同幫助，咁樣會提升學生嘅學習質素，同埋強化資訊科技嘅能力。當呢項計劃完成嗰陣，3000部 Chromebook 將會送達300間學校，令超過10萬名學習者獲得工具嚟實現更大嘅夢想。颶風梅麗莎喺10月席捲牙買加之後，造成數百戶人失去家園、電力同水源。為此，超過50名教會義工準備咗超過100份緊急物資包。我哋今日所做嘅係實行主嘅工作，為我哋嘅兄弟姊妹服務，並幫助佢哋減輕佢哋嘅苦難。總會持有權柄70元艾哈邁德科比特長老同地方領袖及教會福利部門合作，共同指導呢項工作。耶穌基督命令我哋伸出援手，祝福我哋嘅弟兄姊妹。而當我哋一齊努力去幫助人滿足所需嘅時候，佢哋就會感受到耶穌基督嘅愛。1月，智利南部發生多場大型火災，成為該地區數十年嚟破壞規模最大嘅災難之一。作為回應，教會嘅義工挺身協助，其中好多人喺火災中亦都失去咗自己嘅家園。我係受火災影響嘅人之一，我喺火災當日失去咗家園，就好似呢個利爾肯社區嘅好多教會成員一樣。老實講，呢個真係一段非常艱難嘅經歷。我自己失去咗一切，好似好多教會成員一樣，我哋都失去咗一切，我哋失去咗家園。同地方政府及教會服務網站 JustServe 協調合作，我哋收集同分發咗衛生包同必需品。有好幾個人道主義計劃正係籌備中，並已經獲得批准，要嚟幫助我哋嘅兄弟姊妹重新企起身。我哋亦有來自家庭服務處嘅姊妹，為承擔極大情緒壓力嘅人提供心理支持。為咗努力效法耶穌基督照顧有需要嘅人嘅榜樣，教會發布咗2025年嘅年度報告。教會提供咗將近16億美元嘅資金，推動3500多個援助計劃。
喺全球196個國家同領地中救災紓困。此外，教會亦都付出咗740萬小時嘅義工服務。返嚟之後，為醫院提供學習同醫療設備，教育聖徒，開放新嘅傳教士訓練中心。教會領袖嘅事工帶嚟福音嘅愛同盼望。我真係變成咗完全唔同嘅人。2月底，12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迪特·烏希鐸同妻子哈麗亞特喺夏威夷群島花咗5日嘅時間嚟服務、教導，並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呢度係避難之地、和平之地、喜悅之地，亦係教育之地。喺嗰度，佢喺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嘅祈禱會上演講，並花時間一一施助學生。唔知點解，我覺得自己唔夠好，唔夠聰明，唔應該嚟呢度讀書，但係我唔知點樣就嚟咗啦。你已經夠好，你夠聰明，你好好，因為你係神嘅孩子，佢愛你。多謝。你好好。過呢幾個星期、幾個月係一段好掙扎嘅時期。憑住你嘅信心同才華，你總會揾到一個家。喺楊百翰大學嘅萊耶社區，你會感受到耶穌基督嘅文化。專注於耶穌基督，唔單止會祝福大洋洲同亞洲環島嘅呢個地區，亦會祝福全世界。喺我嘅事工中，我有機會拜訪世界各地嘅政治領袖。我哋唔係去求啲乜嘢，而係主動提供服務同幫助。11月12使徒定額組嘅大衛貝納長老前往阿塞拜疆，同宗教及政府領袖會面，並有機會參與該地區一項特別嘅重要里程碑。2024年，教會喺獲得官方認可之後，喺該國嘅首座教堂正式落成。對於喺阿塞拜疆嘅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嚟講，呢個係深具歷史意義嘅一日。我哋好榮幸同高興可以喺呢度獲得正式嘅認可，並可以奉獻呢一座用嚟聚會同崇拜嘅設施。該活動獲得全國媒體廣泛報導，並有包括政府官員及宗教領袖在內嘅貴賓出席。當晚，教會成員同朋友舉行咗一場聚會，由貝納長老獻上奉獻祈禱。新教堂將會舉辦主日崇拜、青少年活動、家譜活動及社區活動，開放俾各種背景嘅人士。佢同時亦同阿塞拜疆同烏茲別克嘅總統會面。貝納長老仲參加咗喺阿布達比舉辦嘅包容同共生節慶，參與開幕典禮及教會展攤。該展攤係整個節慶期間持續運作。我哋喺非洲中部嘅地區啱啱開始發展。12使徒定額組嘅羅納德·羅斯本長老同妻子梅蘭妮喺11月結束咗非洲東部及中部5國嘅事工。我哋喺呢度所做嘅一切，都係為咗建立一個基礎，令教會能夠茁壯、健康，並帶領更多嘅靈魂歸向主耶穌基督。喺剛果民主共和國，羅斯本長老花時間喺布拉柴維爾嘅楊百翰大學教育途徑全球教育中心同年輕人互動。呢度係由教會贊助，俾學生可以喺線上接受靈性教育嘅地方。我由一間教室行到另外一間，入面坐滿咗學生。佢哋唔單止係為咗嚟上教育途徑，亦都係為咗上福音研究所。你哋睇得好好啊！喺剛果民主共和國，羅斯本長老會見咗傳教士，並為新嘅金夏沙傳教士訓練中心舉行咗奉獻儀式。有好多適齡嘅年輕歸信者想去傳教。剛果呢一座訓練中心將會迎來更多剛果嘅傳教士。喺塞舌爾呢個島國，羅斯本長老同一小群嘅後期聖徒會面，並主持該國首次正式嘅聖餐聚會。呢個係一趟踏足四方而且令人振奮嘅旅程。
我認為我哋令人更加接近耶穌基督啦。好高興見到你。葡萄牙語係我心愛嘅語言。當我講葡萄牙語時，我會發自內心，發自靈魂。11月，使徒尤里西斯蘇瑞同妻子羅莎娜結束咗為期5日嘅巴西事工。佢喺祖國巴西參與咗人道救援行動，並同教會成員及傳教士會面。神會盡一切努力帶我哋返去。能夠聽到使徒咁精確回應我嘅疑惑同問題，真係太特別啦！我媽媽亦都為此祈禱過。我確實變成咗一個完全唔同嘅人，比啱啱入嚟嗰陣係更加堅強。巴西人非常虔誠，而且好容易同救主耶穌基督建立連結。喺聖保羅，蘇瑞長老拜訪咗一個非牟利組織，呢個組織致力於幫助嗰啲同乾旱同貧困對抗嘅家庭。蘇瑞長老宣布教會對良善之友捐款嘅支持，提升咗佢哋服務對象嘅自立、希望同尊嚴。州長，好高興見到你，我係尤里西斯蘇瑞長老。蘇瑞長老亦同曾經同教會及人道主義工作合作過嘅政府領袖會面。我哋同政府合作，令佢哋真正睇到我哋係誠懇地想將神嘅愛分享俾人，尤其係嗰啲受苦嘅人。我哋喺教會入面揾重要而且可以產生影響嘅事。12使徒第一組嘅戴爾瑞隆長老同妻子路德喺11月前往南美洲，親眼見證教會捐款點樣幫助改善醫療環境。我哋喺呢間兒童專科醫院呢度有好多傑出嘅人做緊非凡嘅事。喺阿根廷，教會捐贈咗呼吸器同外科顯微鏡俾尼卡多古鐵雷斯兒童醫院，提升咗重症新生兒嘅呼吸治療品質。而喺烏拉圭，教會捐贈咗神經監測系統，令曼努阿爾坎德拉醫院可以進行超過4000項先進醫學研究。我哋唔係想引人注目，我哋會咁做係因為我哋跟隨耶穌基督，我哋應該永遠努力活出光明，但我哋分享嘅只係耶穌基督嘅光。自2025年11月成為教會使徒以嚟，傑拉爾德科斯長老同妻子阿列麗首次進行全球指派任務，返到去佢哋嘅故鄉喺大巴黎地區施助。我哋覺得好似從來都冇離開過。全球各地正掀起一場靈性復興浪潮，法國亦唔例外。我哋而家見到法國嘅洗禮人數激增，去年係多年嚟人數最高嘅一年，洗禮人數大幅增加，而且好多係年輕成人。舊年11月，我喺猶他州，但係我喺巴黎諾陽受洗嘅，好高興認識你啊！我哋有新一波嘅收穫，而呢啲新成員當中有好多係嚟自世界各地嘅移民家庭，呢個係好好嘅現象。喺巴黎聖殿嘅訪客中心，科斯長老同新受洗嘅成員共度時光。改變需要勇氣，歸信需要勇氣，改變人生需要勇氣。自從我加入教會之後，我一直想改變生活嘅方方面面，包括我嘅生活方式、我嘅工作以及我身邊嘅人。每次有機會，我哋都會試住喺最後同人握手，呢個係直視佢哋雙眼，表達感恩，表達基督對佢哋嘅愛嘅機會。我哋都係神嘅兒女，睇到呢件事真係好美好。你會分享嗎？真係好啦。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慈助會會長卡米爾詹森喺2月底展開咗歐亞地區嘅事工，佢嘅訪問始於吉爾吉斯斯坦嘅比什海克。我喺吉爾斯斯坦嘅最難忘嘅就係睇到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慈善機構嘅工作，同我哋改善婦女同兒童福祉嘅全球計劃非常一致。詹森會長參觀咗教會支持嘅人道主義項目，包括一間孤兒院。你今日好開心噃！我哋喺嗰間孤兒院有機會陪小朋友，可以擁抱嗰啲親愛嘅小朋友，係一個感人嘅機會。
你中意寶寶嗎？教會亦協助一間國家醫院拯救嬰兒及佢哋母親嘅性命。呢度嘅人非常感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慈善機構嘅努力，贈予佢哋所需嘅教材，教導全國嘅醫療專業人員點樣照顧呢啲嬰兒。喺國境另一邊嘅哈薩克斯坦，教會正喺度成長。阿拉木圖已有幾個支會同一座新嘅教堂。我哋有幸喺哈薩克參加一場洗禮儀式，3位新成員加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一對夫婦同另一位親愛嘅姊妹。喺哈薩克，我哋有機會參觀一間孤兒院，並觀看咗一場喺歐亞地區廣受歡迎嘅木偶戲。呢種木偶戲旨在教導孩子養成健康嘅生活習慣。木偶戲嘅表演者就係傳教士，真係令人開心。對佢哋嚟講，呢個係一個服務他人、為孩子帶嚟希望同慰藉嘅機會。占森會長結束喺格魯吉亞嘅事工，教會正同當地一間身心障礙兒童托兒中心合作。佢亦同格魯吉亞嘅婦女領袖會面，並參加咗蒂比利斯慈助會姊妹嘅特別聚會。下一則報道，只要按下一個按鈕，禮物珠就可以改變貧困家庭嘅生活。此外，完成咗一個已經有1200年歷史嘅故事。教會歷史學家同悠悠尼族合作，致力還原一段神聖嘅歷史。每年聖誕節，光照世人捐贈機台都會點亮送禮者同收禮者嘅人生。呢啲機器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贊助，令人可以捐贈嚟自各種非牟利組織嘅物品同服務。今次係由創業學院提供嘅小豬。當收到2隻豬嗰陣，我哋照顧同飼養佢哋，我哋好開心啊！呢啲豬仔提供咗脫離貧困嘅道路。我哋額外收到嘅嗰隻豬對我哋屋企幫助好大。除咗豬仔之外，學院仲教導收禮者點樣將呢份禮物轉化為持久嘅事業。有咗呢啲豬，3個月內我哋就可以睇到利潤啦。有好多呢啲家庭單靠住養豬並攞到市場去賣，就可以將年收入翻倍。我非常感謝所有捐豬仔俾我嘅捐贈者，因為佢哋我先可以起屋同埋買食物。對好多人嚟講，呢啲捐贈品嘅影響遠超過佢哋嘅金錢價值。多年前，阿拉吉爾一家為咗籌錢治療身患重病，最終不幸逝世嘅仔，變賣咗所有豬。但佢哋最近收到嚟自善良陌生人嘅豬，帶俾佢哋希望。我哋對生命嘅睇法已經改變咗啦。光照世人呢個計劃幫助我哋重新成長，並對新嘅開始重燃希望。呢個只係透過捐贈機計劃改變生命嘅眾多方式中嘅幾個例子。2025年，呢啲機台放喺比以往更多嘅地點，僅1年內就有超過480萬件物件幫助咗世界各地嘅家庭。每一筆捐贈都帶嚟咗改變。呢啲豬對我哋嚟講更加重要，因為佢哋係人哋自願送俾我哋嘅。多謝嗰啲贈送豬俾我哋嘅人。呢個係西北部悠悠尼族部落嘅神聖遺物，佢哋曾經喺猶他州北部呢啲山區生活同狩獵。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地方，尤其對我家庭，呢個係一個非常靈性嘅地方。呢塊唔起眼嘅石頭，嗰個非凡故事嘅最後一章，始於猶他州特利蒙頓一個寒冷嘅早晨。地點係教會嘅一間教堂。歷史學家表示，悠悠尼族嘅祖先弗利蒙特人大約喺1200年前製作咗呢一塊岩石上面嘅刻印，稱為岩刻。但大約喺80年前，該文物被從原址移出並運往教會。傳說大約喺1940年代中後期，有一班男人或者童軍，唔同引述者有唔同嘅版本，靠人力同一架小卡車就搬走咗呢塊重達2500磅嘅石頭。我可以理解佢哋見到呢塊石頭嗰陣會喺度諗，如果將佢放喺我哋嘅社區會有幾好呢？2011年，業餘考古學家發現咗呢塊岩石，而教會嘅歷史學家開始同悠悠尼族合作，制定計劃，令教會可以將嗰塊石頭修復
並歸還原址。我哋確實有道德同倫理上嘅義務去照顧呢啲我哋持有嘅物品。喺呢個情況下，更加要將嗰啲被視為非常神聖嘅物品歸還合法嘅擁有者。呢件古老文物被小心咁樣喺混凝土入面拎出嚟，運去普羅浮，交由熱心嘅文物保存專家處理。佢哋嘅目標係清理並保存岩刻，清除多年嚟生長嘅地衣，而呢個無疑係一個艱難而精細嘅程序。當我哋移除呢片厚實嘅綠斑時，一定要非常小心，唔可以將任何小裂縫或者表面一齊扯咗落嚟。喺一個特別溫暖而且陽光明媚嘅冬天，呢件經過清理同保存嘅神聖文物被運返猶他州同愛達荷州交界附近嘅原始地點，再次同佢相鄰嘅岩刻團圓，從此唔再分離。睇到佢幾乎即刻完美咁還原，非常令人感動，感激所有參與嘅人。為咗紀念呢個重要嘅時刻，部落嘅靈性領袖俾咗個祝福。佢祈禱所有幫過嘅人都可以蒙福。聽到佢用悠悠俚語講呢段說話，真係好令人感動。下一篇報道，聖殿嘅建造仍然喺世界各地持續進行，而且我哋會帶你深入了解鹽湖聖殿嘅整修，睇下彩繪玻璃點樣分享基督嘅光。有啲意料之外嘅事，就係神聖之手介入嘅時刻。耶穌基督教會嘅聖殿係後期聖徒最神聖嘅崇拜場所。聖殿嘅目的係要幫助成員透過為自己、家人以及未有機會喺今生獲得呢啲祝福嘅已逝者訂立神聖承諾，從而更接近天父及其兒子耶穌基督。12月14日，教會美國東北部區域會長宣布將會喺緬因州波特蘭建造一座聖殿。緬因州波特蘭聖殿係近期第一座冇喺總會大會宣布嘅聖殿。總會會長達林烏克斯喺1月曾經講過呢一個做法。我好耐之前就諗過，宣布建造聖殿嘅最佳地點就係喺該聖殿嘅地區。10月12日，12使徒定額組蓋瑞史提文生長老為新完工嘅內華達州埃爾科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喺西部山區已故嘅傑弗瑞賀倫會長喺10月19日為科羅拉多州大將克辛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喺南美洲，使徒尤里西斯蘇瑞喺11月23日為阿根廷布蘭卡港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而喺1月11日，達林烏克斯會長為愛達荷州巴黎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呢個係佢作為總會會長奉獻嘅第一座聖殿。喺東南亞，使徒大衛貝納喺1月18日為菲律賓阿拉邦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喺3月1日，使徒甘文漢喺非洲南部為新巴威哈拉雷聖殿舉行咗奉獻儀式。鹽湖聖殿嘅整修正由大規模嘅工程轉向更精緻細緻嘅工作，需要藝術家嘅手藝。當我哋第一次考慮接受呢個專案嘅時候，我知道呢個會係一個巨大嘅機會。我將呢項任務列為最優先。將一切整合起嚟係一項艱巨嘅任務。呢個係一項長達7年嘅龐大計劃，要製作獨立嘅玻璃藝術作品。兩扇窗戶就有超過6000塊玻璃片，一層就咁多啦。呢扇窗每段平均都會有2至3層玻璃，所以總共有18000塊玻璃。堆疊或覆蓋呢啲玻璃碎片，每塊都有佢獨特嘅色調，產生繽紛嘅色彩，描繪出救主生平嘅場景。光線令呢扇窗戶一直變化，佢會隨住季節同埋時間不斷改變同演變。晚上呢扇窗戶睇落只係咁樣，到朝早隨住光線照射，呢啲顏色就會浮現出嚟。有啲意料不到嘅事，就係神聖之手嘅帶領。最困難嘅就係揾人做窗戶彩繪玻璃，而家冇人做啦。我喺網上睇到佢嘅講座，我喺工作嗰陣聽到有人話，台
同蒂法尼玻璃合作係我一生嘅夢想。我當時完全冇諗過會有呢個機會，呢個亦係佢一生嘅夢想。當我第一次見到佢，交談間就知道我哋係志同道合。我好中意同充滿熱誠嘅人一齊工作。當你同合適嘅團隊一齊工作嘅時候，就會變得非常輕鬆愉快。呢啲時刻絕非偶然，而係神聖嘅啟發。我喺呢個專案中經驗過無數次。當我睇住呢片玻璃嘅色彩同美麗嘅畫面時，我會全身充滿感動。睇住同創作呢啲嘢令我深受感動。我希望人哋都可以有一樣嘅感覺，離開時亦可以受到同樣嘅啟發，喺自己心中做同樣嘅回應。 1, 2, and 3. 2026年3月，佢哋受靈啟發嘅作品完成咗呢啲三聯畫風格嘅窗戶，三線描繪中心主題嘅窗戶，寬約12尺，高約21尺。呢啲傑作而家已安置喺聖殿北面嘅休息室，持續提醒我哋呢度係主嘅殿。佢嘅整體大過各部分之和，組合埋一齊就好似錦上添花，太好啦！佢哋歡喜若狂，我亦都為佢哋感到高興。公眾將會有機會喺鹽湖城聖殿慶典期間近距離欣賞藝術玻璃窗，安排喺2027年4月至10月進行。稍後返嚟重溫歷史，為期93日嘅航行，向尋求宗教自由嘅移民致敬。數百位市政領袖聽到使徒嘅聲音，並加入服務嘅行列。教會亦準備再次迎接將會喺鹽湖城舉辦嘅奧運會。焦點新聞有更多相關報導。早期嘅挪威聖徒對教會嘅成長至關重要。佢哋嚟到嘅時候，教會正係需要力量。當呢艘木製單桅帆船復興號喺10月經歷98日嘅大西洋航程抵達紐約港時，好多人流露出興奮，對祖先嘅愛同挪威人嘅自豪之情。呢段旅程標誌住原子航行嘅200週年。當時挪威移民為咗追求宗教自由而嚟，有好多人加入咗教會。喺海鷗颶風同鳳凰颶風席捲菲律賓之後，使徒派翠克海榮同妻子珍妮佛喺11月造訪該地區，同受災嘅教會成員及朋友會面。為咗應對災難，教會向宿務嘅家庭提供緊急援助，包括食物、衛生用品同水質過濾設備。你們為同胞服務時，只是在為你們的神服務而已。喺11月舉行嘅全國城市聯盟年度高峰會期間，270位政府領袖齊集喺鹽湖城鹽工會議中心。使徒蓋瑞史蒂文森講到咗服務行動所促進嘅團結。呢個高峰會係由教會嘅社區服務平台 JustServe 所贊助。呢個平台俾全國城市聯盟成員有機會同教會嘅總會慈助會會長團一齊服務，協助佢哋為十字路口城市服務中心準備衛生包。距離2002年鹽湖城冬季奧運會32年後，呢項全球性嘅體育盛事將會重返洛基山脈。2月喺米蘭愛國記者協會總部舉行嘅媒體活動中，教會承諾提供財務幫助、場地支持、土地使用及數千名義工。聖殿廣場大會堂唱詩班同管弦樂團喺3月造訪巴西聖保羅，帶嚟佢哋嘅希望之歌巡迴演唱，獻俾3場晚間嘅滿場觀眾，以及透過直播觀看嘅數千人。使徒尤利西斯蘇瑞喺每場音樂會開始時歡迎觀眾，音樂會同時亦邀請咗嚟自該地區嘅藝人及兒童合唱團演出。身處我成長嘅國家，令我懷有強烈嘅情感同埋深深嘅感激。每年3月喺鹽湖城舉行嘅尋根科技家庭歷史大會，由 Family Search 主辦嘅2026年尋根科技大會，強調咗族譜學嘅新興趨勢，並邀請咗多位知名講者來賓，包括羅納德、羅斯本長老及佢妻子梅蘭妮。佢哋喺該活動嘅年度探索日發表演講。我哋知道，我哋心中嘅信仰並唔單單屬於自己，佢係代代相傳嘅禮物。你會
坐低拗頭，心諗：哇！我哋根本作唔出呢個故事。稍後返嚟解開一個長達180年嘅謎團，揭露咗對納庫宗身份嘅誤會，並將兩個信仰連結埋一齊。喺一個陽光明媚嘅秋日，一座失落咗近180年嘅可愛大鐘，終於返去愛荷華州嘅屋企。佢下落不明嘅嗰段時間，係一段涉及盜竊、詭計同誤認身份嘅瘋狂故事。你會坐低拗頭，心諗：哇！我哋根本作唔出呢個故事。長久以嚟，呢座放置喺鹽湖城聖殿廣場超過60年嘅大鐘，人哋一直認為係歷史悠久嘅納庫鐘，其實係從愛荷華市第一長老教會偷返嚟嘅喀麥鐘。但係唔好咁急下結論。意外發展似乎接踵而來。故事開始於1848年，當時嘅伍德弗雷姆教會嘅共同創辦人麥可喀麥牧師遭到解職，佢認為自己可以拎走教堂嘅鐘作為欠款嘅補償，於是佢就決定咁做。喀麥獲得咗可移動物品嘅擁有權，而呢個就成為咗問題。佢認為鐘係可移動嘅物品，但會眾並唔係咁認為。喀麥正準備將鐘從教堂嘅鐘樓放低嘅時候，鎮民拆咗佢條梯，將佢困喺上面，並將鐘藏喺附近嘅河中。冇幾耐之後，一班知道鐘嘅位置嘅人喺河中偷走咗個鐘，並為咗淘金熱前往加利福尼亞州。嗰座鐘一路向西，越過1900公里嚟到鹽湖城，但係佢嘅所有權被誤報，最後賣咗俾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然後嗰個鐘就被放入咗倉庫，同埋一張好籠統嘅字條：老鐘。1930年代末，新一代嘅人重新發現咗呢一口鐘，但係因為缺乏文獻記載，佢哋誤以為呢個就係納庫鐘。佢哋公佈咗呢個鐘被發現嘅消息，呢個令大家好興奮。最後佢就被安裝喺聖殿廣場，大家深信不疑，以至於每小時都可以喺當地電視同廣播電台聽到佢嘅鐘聲。經過60幾年嘅細心研究，歷史學家終於查出佢嘅真實身份。2023年，作為鹽湖聖殿及聖殿廣場整修嘅一部分，喀麥鐘被移除咗。討論呢個鐘嘅去留時，我哋話最好嘅做法就係將佢送返去原本嘅教會。呢個真係令人震驚又意外。耶穌基督嘅教會出資將鐘運去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嘅惠爾丁鐘廠進行翻修。個鐘經過噴砂同拋光之後，而家恢復咗原本嘅青銅色，意味住佢睇落同100多年前啱啱喺鑄造廠出廠嗰陣一樣。2025年10月5日星期日，喺慶祝大鐘回歸嘅歡欣聖殿中，第一長老教會嘅成員歡迎後期聖徒參加一場跨信仰嘅崇拜儀式，並見證大鐘嘅重新奉獻。我哋令呢個鐘重新投入佢原本嘅用途。當你聽到呢兩座鐘響嘅時候，亦都聽到兩個共鳴嘅可能性。鐘嘅重聚亦令兩個信仰團結起嚟，為未來嘅交流鋪路。呢個係拓展我哋雙方社區嘅機會，我哋會揾出其他可以合作嘅計劃。我哋希望建立兩間教會之間嘅關係，喺社區中有所作為，參與社區活動同社區服務，令我哋可以攜手合作，令人轉向救主。我哋雙方教會嘅願望都係將人嘅心轉向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以上係2026年4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世界報導。如果要喺線上睇返世界報導嘅完整影片，請訂閱教會新聞室嘅 YouTube 頻道，或者前往 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